新界工业区供电品质无好，常常会跳电，造成抽象设备甲营运损失。虽然台电陆续增加气线，状况有得到改善，也毋过也是无法度彻底解决问题。立委陈天辉利用1个月的时间，到台南市府经发局、台电等单位达成共识，将变电所设伫咧工业区内底。这段时间也积极在讨论。好，所以大概也有一个叫先租后售的一个方向。那土地没有问题了，那就可以去做设计规划。现在也已经在做设计规划了哈。今仔日台电公司提出兴建变电所完整的时程表，预计伫今年底完成发包，明年开始动工，上紧伫112年12月完工。相关的经费预算也拢编列完成，将看状况进行预算调整。一路来也谢谢台电跟这个董事长，还有经发局局长2位都亲自做窗口在做联系，所以整个进度就是非常的快速。所以我相信厂商所有的这个对于公共配套的部分，我们都会尽力来协助。起码我们要让大家安心，用电安心，才会让他愿意投资。新界变电所总算成型，陈天辉要求台电要随时注意工业区内底供电品质。伫变电所完工进前，一定要维持正常供电，市府也应该要全力配合，才会当创造多赢的局面。台南新闻上海采访报道。